你也是用 color 还是用 light？左 light 右 color， 所以理论上我顶多在那边会产生误差。对。好，你看它是不是多走了1公分，比较不会卡到那个问题。写程式的时候不关机，到时候再要程式写好之后才在那边要充电。对。所以机器人没有要走。好，调教第一次调教。好，6颗全中。第2次调教。如果真的有那样，我对你说要为了节省这长的，他就这个的话。好，第3次调教。推球。然后要转 S 级的。第4次调校正。好。